大家好，我係 Teacher Rocky。今日示範畫下天鵝仔水彩嘅速寫。鉛筆稿只需要做天鵝嘅主要基本線條就可以啦。隨便用你哋喜歡嘅灰通做咗眼睛同埋嘴巴 signature 嘅部分。由個頭開始，先做咗清水，然之後做濕染嘅畫法。呢個技術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下。首先我係做咗 wet on wet， 然之後呢，洗乾淨支筆，將 wet on wet 範圍嘅顏色用筆帶動到去乾嘅地方。然之後再噴上水，係濕染、乾畫、再濕染混合咁樣去處理嘅。咁樣嘅做法同水彩有多啲嘅互動，一路畫一路去決定邊啲地方要乾有留白，邊啲地方要有暈染嘅效果。喺呢度，我用毛筆沾上顏色，然之後將筆打平，響水彩紙快速掃上，呈現一種乾筆嘅效果。雖然叫做乾筆或者沙筆嘅效果，其實佢係將畫筆放平喺紙上面快速移動，做到一啲地方係接受唔到水彩嘅，但係其實個筆觸裏邊呢都係繼續係潮濕，所以呢，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加上其他顏色點上去，咁樣喺乾筆裏邊都可以做到 wet on wet 暈染嘅效果。
大家需要留意下，響速寫裏面呢，有啲部分唔需要畫得太過細緻嘅，只需要交代基本嘅明暗，畫面睇起上嚟就簡潔有張力啦。加返少少氣氛，彈下點，噴啲水，做少少效果，睇起上嚟靜態嘅畫面有少少動感。速寫作品完成，大家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支持我做更多有質素嘅影片示範。拜拜。